再来看2个月前伫新北市的三重埔有一件祖孙3代的命案，一个姓张的查甫人涉嫌杀死丈母、太太、和囡仔。有死者的家属是出面指控讲，嫌犯犯案了后佮假做无代志，问一寡甲保险相关的问题，甚至想要透过真诚的鉴定来脱罪。嫌犯的家人真的只爱狗吗？我们家的3条人命呢，就这样没了。 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。搁一摆点开影片，看到囡仔模样，想起做伙点点滴滴是真悲伤。讲到目屎流目屎滴，甲亲人天人永隔。案发到即马2个多月，真想去和平凶手拢无悔意，死者家属指控对象就是伊。捌破通报，互警方带转去审问。 被掠的姓张的查甫人犯三重埔祖孙3代命案，涉嫌杀害甲表太太甲囡仔，死者家属控诉，嫌犯案发了后，毋但有问过相关的保险理赔，倒入信用卡，佮假冒亲人回信息。我其实一直很不解，他到底为什么要做精神鉴定？我也害怕这个精神鉴定，其实讲白一点，应该要装，我也怕他会装，装了轻判。 或是减轻刑责。死者家属批评嫌犯真搞怪，即马面临侦查，甚至佫想要用精神鉴定来闪避刑责。家属也表示，因为案发的地点还未做现场模拟，厝内甲即马拢也是案发的状况。国民法官法施行以后，为了避免说在起诉以后无法定罪，所以检察官通常会做一些完善的搜证，所以包含这个精神鉴定的情况下，也是现在目前是常见的情况。 到底精神鉴定是什么人主张申请的？为什么死者住的所在过几个月拢无进行犯罪现场模拟？伫结果进前，警方要伫调查，也未做出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